传统破鸡肠粉，这个就是我们学员调的米浆。我们这个米浆可以做手工粉，也可以做肠粉，所以做肠粉这个东西，不是很难的，主要是你要把这个米浆学会，你就可以做，无论做手工粉啊、肠粉，对不对？肠碱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个就是手工粉了，熟了就起泡，和肠粉一样，也是要起泡才熟。不要，我们把这个边上刮一刮，就好容易把一块掀起来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我们的阳春当地的一个手工切粉，可能出了我们这个镇这个县，你就吃不到这个粉了。这个和河粉是有区别，不过它可以代替河粉，但是河粉代替不了它。这个可以炒，可以用来汤，是不是？用来拌，在我们这边主要还是用来拌的比较多。这样这一份都是一样的豆，这样刮。有，攞呢個，有2米高，都唔夠。好，入廚房啱先，或者想快直接等佢裝，你想快就直接攞過嚟等佢裝。係，如果冇乾拿你就都係過嚟嗰邊啦。裝差唔多啦，阿媽係要出先有一個喎，熱冇一個。你睇我都話有個係冇高咋，嗱你頭都話有個。長粉夠幾多啊？好，呢牛腩得未？等我下，牛腩等2個，好。四個唔係，打到朋友嚟高，好唔該，幾多咯？你講攞幾個長粉？馬上啊，馬上，打包3個長粉。好，這個很兩個打包個。好，催咩嘢？我長粉係嘛？好，等我下一班成本。一般2個有，打2個唔打咯。拿過去，給手機，這個只要那個加電池，包就還是有溫度打的，唔係嘛？冇啊，下個係呢個，黑2個係嘛？打包3個，打包幾個？打包個啊。咁啊打到打包翻埋去，打到有邊個？還有個90蚊，差唔多打咩？你趕時間啊？邊刻先？係。係加得5個咯。打包有咩？打到實長粉我整咩嘅？薄呢個，你打包係嘛？好。嗰隻過切粉的手工粉，別的那個別。你個咩個吧？你個空粉的。我們這個吃起來比較爽口，看起來就知道你看切的這個粉啊，是不是？這個是純米漿做的，用生熟醬調一下就可以做這個切粉，做出來很好的，都是比較好的。如果腸粉薄一點的，我們就這樣下用，不要和米漿一起上。那樣就如果和米漿一起上，那到時候你包起來就會爛，因為太薄了，對不對？大份一點，2個肉包，等一下再你個咩老闆？你個冇黑啊？冇，喂，6個，嗰個冇黑嘅，我唔知係咩個，那個老闆先幾多皮雞？呢個啦，啊？長粉幾個啊？6蚊。4個啦。4個肉包，8蚊紙。我睇咩包嚟㗎啦？肉包。